我想说，等看卖这2日，无一定会有好消息。我感觉吼，也是马上订机票回来。最近哦，台湾的防疫有较灵啦，无的确会富过年呢。我甲恁讲啦，这道我已经小限啦，我一定爱博啦。做演员就是安尼等一个机会，有戏就趁戏，无戏趁钱。那恁2个是安怎，拢无爱讲话？若是拢无爱讲，我就落线啦。啊！啊，你搁伫咧困啊？酒店的人无叫你起来食吗？有啦，我无要食啦，物件无好食。我是想讲暗时出去吼，甲你做伙食啦。我想要食一寡重咸的、重口味的。我要看腿啦，夜米腿啦。哦。